自從人類誕生嘅幾十萬年嚟，係已經創造咗數以千種嘅語言同文字，但係到目前為止，我哋只發現咗唯一嘅呢一種 3D 立體文字系統，佢嘅複雜程度比起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字仲要高。究竟呢種文字係由乜嘢人製造？背後又隱藏咗啲乜嘢秘密呢？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 Professor Papa。考古學家喺南美印加帝國嘅古城度發現咗大量由棉繩或者羊毛繩打成嘅繩結，呢啲繩線嘅數量係非常之多，而且長短不一，染成咗唔同嘅顏色。正如畫面所見，繩線同繩結喺唔同嘅角度交叉，形成咗一個又一個立體嘅藝術品。呢啲奇特嘅作品分佈嘅位置甚廣，由皇室墓穴去到平民嘅倉庫遺跡都可以揾到佢哋嘅蹤跡。起初考古學家以為繩結只係裝飾，但係佢哋發現喺印加帝國嘅每一個角落都揾唔到任何文字。原因原來係大家所見到嘅呢種神秘繩結就係印加帝國文明獨特嘅文字系統嚟㗎。不過一路以嚟，語言學家、密碼學家費盡心思都冇辦法破解繩結嘅真正意思。直到20世紀初期，美國自然博物館嘅專家先至解明咗其中嘅數字系統，然後根據佢哋學識嘅數字研究出部分繩結係代表咗日期同曆法。但係以繩結嘅複雜程度嚟睇，佢嘅功能又點止用嚟計數咁簡單？果然，科學家使用電腦進行分析之後，發現到繩結嘅唔同特性，包括材料嘅種類、顏色、編織嘅方法，以及每一條繩線相交嘅方式，都隱藏咗唔同嘅含義。將呢啲特性組合埋一齊，就可以化為唔同詞語同句子。唔單止可以用於日常記事，就連管理國家、撰寫歷史用呢啲繩結都可以做到。事實上，印加帝國一度被稱為世界上最富有嘅國家，而且曾經稱霸南美洲。不過由於佢哋嘅繩結文字一路都冇辦法破解，所以印加帝國由佢誕生到滅亡嘅大部分歷史都充滿咗未解之謎。除此以外，仲有全西班牙人入侵南美之後，印加帝國嘅皇族係喺深山入邊匿藏咗大量嘅寶藏同黃金。好在近年科學家終於破解咗少量嘅印加繩結文字，包括係印加宮殿所在嘅地名等等。科學家亦都認為某啲喺農作物倉庫發現到嘅繩結，可能係代表咗入邊儲存咗嘅農產品，譬如係當地盛產嘅花生或者辣椒之類嘅嘢。我深信喺語言學家同科技嘅幫助之下，終有一日會有突破性嘅發現，成功破解繩結嘅所有內容，然後揭開印加帝國嘅神秘面紗。嚟緊我係會整更多嘅影片，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